你整一支葡萄絲啦，因為你都知道大家都是男人，我們白天又要工作，是不是？晚上回到家，你整一支葡萄絲啦，因為你都知道大家都是男人，我們白天又要工作，是不是？晚上回到家裡面，陣間你老婆說衰仔今晚我們乾一下天好不好？有時候你都知道，哇，男人一過了30多歲，有心都沒有力，是不是？這個時候你沖完涼飲翻一支葡萄絲。讓你感受一下什麼叫做真正嘅 man 全港銷售 No.1 能量運動飲料，你飲了之後你就可以去運動噶啦有原味嘅，紅色嘅是原味嘅，這個黃色嘅咧就是橙味嘅呢個時候咧天氣熱，盡量不要飲啤酒。我跟你說一下，因為咧你啤酒咧本身就是屬於一種非常之濕熱嘅一款飲料，你濕熱嘅東西你攝入過多，你天氣一熱，人一旦熱氣，容易就屎忽窿生瘡嘅。這個時候你就去肛腸醫院度，你就馬係煩噶啦，很係痛苦嘅。你嚟我這裡，這個咧也是汽水嚟嘅，飲起來有氣嘅，你飲翻支港版嘅葡萄絲啦，是不是？上帝葡萄色冇玻璃樽嘅，你葡萄色玻璃樽嘅唔撚好意頭噶嘛，探病先係攞玻璃樽噶，閪仔係咪？咩話？你整一支葡萄絲啦，因為菠蘿冰